聖經裏邊經常提一啲叫善人，一啲惡人。惡人當中亦都有啲係好有詭計嘅，喺詩篇裏邊都有提到一啲奸惡詭計嘅人。今日箴言書又係提到兩類人，一類人係善人，一類人係設嗰啲詭計嘅人。喺箴言書第12章第2節，善人必蒙耶和華的恩惠，設詭計的人，耶和華必定他的罪。嗱，喺耶和華上帝嘅心中，當然係喜悅善人。呢啲善人，我相信佢哋係敬畏上主嘅人。呢啲善嘅人，佢哋係照顧孤兒寡婦嘅人。呢啲善嘅人，佢哋願意遵守耶和華律例誡命典章嘅人，係有智慧、有知識嘅人。反之嗰啲惡人，嗰啲經常諗好多詭計去害人，設好多網羅去害人嘅人，唔係耶和華上帝所喜悅。按照今日經文所講，耶和華必定他們的罪。原來你個心去害人，你心地唔好，你設好多嘅陷阱，使人去踩落去、跌落去嘅時候，你呢啲咁嘅不良嘅心，呢啲咁嘅詭計嘅心，唔係耶和華上帝所喜愛，而且亦都係罪嚟嘅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哋要好小心，每日要檢視我哋嘅思想、語言、行為，係咪真正成為一個義人？係咪真正成為一個善人？一話我哋經常有好多古靈精怪唔好嘅思想，去諗住點樣去陷害人。當你有咁嘅思想嘅時候，我盼望你快快喺神面前祈禱，求神赦免你嘅罪，亦都求神幫助你遠離呢啲咁嘅奸詐嘅事，呢啲詭計嘅事，而且行翻喺善道同埋正道當中。